后来乡亲啊，回头过来看昨立法院的表决，民进党团本地是要求立委爱一致性来投票，但是林淑芬、刘建国甲这个江永昌三位立委来弃权，将会从移送到中评会来处理。另外，国民党伫议场来播送一支影片，内容是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在游行的时阵讲到“牛肉”两个字，但是从消音画面上是拍三马精的字样。 引爆着造假的争议，要求江启臣爱来道歉。我们最想听一个人讲话，那个人就是蔡总统。我们请他来国会报告，他也不愿意。表决的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伫议场内批评总统蔡英文，佮播送2009年影片，民进党上街路反对开放美国牛肉。 因过这段影片和民进党讲有做手，将蔡总统讲的“牛肉”两字消音，家己拍300种的字，要求江启臣应该向全民回信的。国民党上上下下就是用谎言在欺骗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公然在国会殿堂用假造的影片。 来进行政策的攻防，民进党不要想要试图找这种枝微末节的东西来回避他们不遵照民意独裁的这个事实。其实民进党内嘛无共款的声音，伫表决关键法案甲行政命令的时，包括林淑芬、刘建国甲江永昌三位立委以弃权的方式表达立场。民进党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讲一定会处理。 如有跑票的话，就要送中评会来处理。那中评会处理的话，当然就不是一般的行政罚款就可以解决。明年1月7日，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确定进口台湾，不过后边的政治效应恐惊会愈来愈大。